一位66歲叫做丁志強嘅老人家，免費幫老闆安某某搬水泥，搬咗足足20年，一個仙嘅人工都冇啊！最離譜嘅呢，就係呢個阿伯20年入面，從嚟冇諗過走，冇諗過反抗，亦都唔逃走噃。涉事嘅老闆呢，仲講出咗冷血嘅說話喎。佢話阿伯冇戶口，冇身份證，就算死咗，隨便喺後院挖個窿，然後咧就將佢埋咗去，都冇人會追查噶。呢句話一講出嚟之後咧，直接震碎咗大陸全網所有人嘅三觀喎。各位，今日講呢單嘢咧，我直接同大家講最爆、最離譜、最值得追落去嘅所有內幕。呢條片絕對唔係普通嘅博同情新聞啊！入面收埋一大堆大家睇短片永遠睇唔透嘅黑暗真相啊！今日重點拆解大家最疑惑、聽完又心酸嘅問題。依家就算係普通嘅打工仔，老闆遲幾日出糧，加班冇補貼，福利唔齊，即刻都會投訴，打算轉工，淨係發遲工資都唔肯妥協啦，更加唔好講話完全冇人工，一個仙都冇啦。咁點解丁伯可以零人工、零休息、毫無尊嚴咁捱足20年呢？係佢天生老實捱得，定係背後藏住啲駭人嘅隱情？丁伯老家平山同呢個仇地清遠縣呢係相隔180幾公里嘅喎，分屬呢個石家莊、保定兩地嘅村民呢幾乎係冇來往嘅喎，淨係靠嗰啲建材司機係喺兩地度通行。兩地咧同為一個逆路嘅官話，但係口音咧差別好大。丁伯講嘢咧含糊，而且咧一直都係斷斷續續咁樣嘅，非常容易俾人哋認出係外鄉人。平山嘅產業咧係由一個鋼鐵同埋光伏、旅遊、種植，當地嘅治安咧一直都比較平穩嘅，冇乜知名嘅囚禁合作方大案。而呢個清遠劉莊咧係靠一個農耕嘅。有好多呢啲咁嘅無牌水泥小店啦，同埋呢啲咁嘅短途貨運啊咁嘅嘢嘅，當地嘅嗰啲監管呢，一直都係好寬鬆嘅。發生得最多嘅呢，就係嗰啲咁嘅鄰里財務小糾紛咯。但係好似今次呢個勞役案件呢，喺當地嚟講係幾十年以嚟最嚴重嘅事件。呢一個事件呢，牽出咗全村嘅長期包庇嘅問題。呢間水泥檔呢，夾喺個民居中間。只不過係一個簡單嘅鐵皮棚，冇正規嘅牌照，街坊呢日日都經過，會睇得到內部嘅情況噶。呢件事唔係簡單嘅悲劇，而係現代嘅非法囚禁、強迫勞動嘅大案。成條村嘅居民知情，但係呢選擇沉默包庇。好多人以為阿伯嘅性格懦弱，太過軟弱，先至任人擺布。事實呢完全唔係咁噶，佢唔係因為自願捱苦。係因為根本冇得揀，逃唔出呢個地方。丁伯呢細細個就已經患有呢個腦膜炎，佢有輕度嘅智力遲鈍，講嘢呢一直都係斷斷續續，唔識得計數，唔識得認路，唔識得爭辯，更加唔識得表達嗰個委屈。普通人見冇工資呢會拒絕，會離開咯。但係丁伯佢呢思維簡單，淨係覺得有得食有得瞓就係生存。咁樣呢就係可以噶啦，但係呢，佢一直都察覺唔到，其實自己長期俾人哋勞役剝削噶。成件事嘅源頭呢，要追溯到2001年，當時46歲嘅丁伯喺石家莊平山縣丁西二村老家出門務農之後呢，就徹底走失咗啦。佢屋企有6兄弟姊妹嘅，當時佢嘅二哥丁志強已經帶齊咗親友同埋全村嘅鄉親，四處尋找咗幾年，跑勻晒成個周邊嘅縣城，都揾唔到丁伯嘅蹤影。屋企人以為佢意外離世啦，所以咧就直接去咗呢個戶籍部門度註銷咗佢嘅戶口。咁從此丁伯就變成冇任何記錄嘅透明人，冇身份證、戶籍、個人檔案，就算係國安部門一開始排查，都完全查唔到佢身份。2005年前後，就有一個流浪路人將呢個丁伯轉接帶到去保定呢個劉莊村嘅安某某水泥鋪嗰度，跟住落嚟呢，20年嘅地獄般囚禁就此開始啦。
丁伯呢一個空白無職嘅身份，正正就中咗呢個黑心老闆安某某嘅下懷。佢專門揾嗰啲失蹤、無親無故、無戶籍嘅弱勢人士做呢個免費勞動力嘅。日頭做完嘢咧，就鎖實嗰個檔口嘅嗰道門，唔准呢個丁伯踏出呢個鋪頭半步。而冇嘢做嘅時候咧，就不停咁恐嚇呢個丁伯，同呢個丁伯講：你如果敢出去咧，下場就只會餓死，會俾人哋蝦。咁丁伯口音同本地人唔同，又唔識得認路，又唔曉報警求助，所以呢間細細嘅水泥鋪咧，就變成咗佢嘅全世界。每日就只可以喺呢度日日咁重複呢啲繁重嘅勞動。而呢間水泥鋪嘅老闆安某某突破人性底線嘅惡行咧，係數之不盡嘅。20年嚟咧，從嚟唔安排休息，天未光就開工，天黑先至收工。所有嘅節假日咧，從嚟都唔放假。丁伯每日都好辛苦咁夾硬托住20噸嘅水泥，長年累月令丁伯嘅背脊變形，腰椎重傷，關節嚴重磨損，右手嘅肌肉萎縮，再加上從來唔提供呢個工業口罩、手套防護，令到丁伯長期吸入呢個大量嘅水泥灰塵，確診咗無法根治嘅肺塵病。老闆從嚟都唔發放1分錢嘅人工。丁伯平時住喺間鋪側邊嘅雜物房嗰度，呢個雜物房咧又潮濕又邋遢。丁伯咧就係攞幾個麻包袋放喺個地度就當床噶咯。呢個地下咧滿地都係呢個灰塵同埋垃圾。丁伯咧每日都淨係食呢個老闆屋企剩低嘅殘羹冷飯，勉強維持生命。一切都係為咗呢個老闆榨取佢嘅免費勞動力賺錢。咁直至到今年嘅6月7號。喺大陸有一個民間打怪嘅尋人志願者上官正義，呢個人呢，佢係大陸嘅一個抖音博主嚟嘅，佢擁有300幾萬嘅粉絲，影響力呢可以講話係相當之大。咁呢個上官正義收到劉村村民嘅匿名微信爆料，佢話唔敢露面，淨係發文字俾佢。佢話村入面水泥鋪有個陌生老人長期閉門降戶，從嚟唔會出門嘅。咁呢個上官正義聽到咁驚人嘅消息，即刻就開佢自己嘅私家車去到呢條村度，然後嚟到呢個水泥檔口度。一開始佢扮成買水泥嘅散客，摸入咗呢個鋪頭度，同呢個老闆講話要買水泥，話要幾錢啊，要幾多啊咁樣嘅之類。之後傾多咗幾句，有啲熟絡啦。跟住呢個抖音博主咧睇到呢位大爺滿面都係灰塵，而且咧又冇戴口罩，再加上眼光遲鈍，跟住喺心入面打量緊，同嗰個匿名舉報嘅嗰個人所描述嘅咧高度相似。跟住落嚟咧，呢個上官正義就問呢個老闆：呢位大爺係你長期請嘅員工啊？每個月有幾錢人工啊？做咗幾年啊？咁呢個老闆安某某咧就靠住水泥袋，態度懶散敷衍咁回覆：呢個人唔係我請噶，20年前外地朋友送過嚟噶，我淨係話包佢食住，從嚟都唔使俾人工嘅。咁上官正義咧就繼續追問佢：佢有冇身份證噶？佢有冇呢個戶口噶？萬一佢重病或者意外離世，你打算點樣處理啊？咁呢個老闆安某某咧，馬上就毫無顧忌咁講出震驚全網嘅冷血說話嚟咯。呢個人本嚟就冇戶口，冇任何嘅身份記錄，死咗我隨便喺後院度挖個窿，然後就地埋咗佢就得噶啦，冇人會查噶，亦都冇人會過問噶。趁住老闆轉身整理單據，呢個上官正義咧行到呢個丁伯身邊，對佢細細聲咁講：你每日捱得咁辛苦，想唔想翻屋企見親人啊？丁伯聽到呢句話之後咧，即刻就眼濕濕，講嘢亦都斷斷續續，淨係重複咗2句：好攰，想翻屋企，好攰，想翻屋企。上官正義攞手機偷偷咁錄音拍片，但係無奈呢個動作可能有啲大，所以咧俾個老闆發現咗。老闆睇到咁嘅情況，即刻發火大聲咁喝止，衝過嚟想搶走手機，仲蓄意恐嚇：你亂咁影，亂咁講，小心你行唔出呢條村啊！咁上官正義就因為安全問題唔同佢正面衝突，暫時收起手機，馬上就打電話報警咯，留低喺現場等呢個派出所嘅警員過嚟取證啦。報警之後，水泥鋪隔籬嘅鄰居同埋幾個本村嘅村民
聞聲圍過嚟，其中一位鄰居就無理取鬧，話呢個上官正義部車壓爛咗佢門口嗰個地磚啊，要佢高額嘅賠償。其實目的咧就係想逼走呢個上官正義啫。咁呢個人講嘅大話咧，亦都當場俾呢個阿 Sir 拆穿咗喎。咁你個老闆就更加囂張啦，跳上自己嘅貨車，發動引擎，揚言話要開車撞死呢個上官正義，口出惡言，威脅報復。最後咧就俾阿 Sir 當場制服咗，並且咧俾行政拘留咗7日。除咗現場圍堵嘅村民，件事曝光嘅當晚，上官正義咧就收到陌生號碼發過嚟嘅匿名恐嚇短信，送息人係安某某嘅未成年親屬，指責佢多管閒事，揚言查到住址一定會上門尋仇。咁呢個上官正義咧就留低所有嘅證據，第二次報警同埋備案啦。見現場嘅局勢混亂，呢個上官正義就冇繼續留低啦，帶住偷拍嘅片段同埋錄音證據離開咗呢個村莊。當晚將全部資料發咗上網，喺短短嘅一日就俾大量嘅網友瘋狂咁轉發，直至引爆全網熱議。好多人會疑惑，咁明目張膽嘅非法囚禁，點解可以隱瞞20年呢？其實咧，成條村嘅呢啲村民咧，每日咧都經過呢個水泥店度，其實大部分咧都睇到同埋知道呢個咁嘅老闆咧入面有一個咁嘅丁伯喺度嘅，而且咧係冇收任何工資嘅。但係咧，村民又驚如果舉報佢，會俾佢呢個老闆報復咯，所以咧大家都選擇知情不報，集體沉默。其實單單一個黑心老闆唔可怕嘅，最可怕嘅係普通人為咗麻煩而縱容呢種邪惡嘅集體冷漠，先至係令呢場悲劇持續咗20年嘅罪魁禍首。呢單嘢喺網上爆火之後咧，當地嘅嗰啲咩公安啊、人社啊、民政啊，同埋嗰啲咩殘疾部門啊，全部都走入呢個村莊度處理呢件事。嗰啲阿 Sir 咧，第一時間就破門入鋪，解救咗呢個丁伯喎，仲帶佢離開呢個村莊，安置喺鎮上嘅救助站，同時亦都安排咗3級醫院嘅免費治療，幫佢醫呢個積累咗多年嘅塵肺病，同埋一個腰傷，仲有一個關節勞損。然後喺6月8號咧，呢個阿 Sir 上門去到佢二哥丁志剛屋企抽血檢查，然後咧透過全國嘅 DNA 數據庫對比，就成功咁認親咯。然後呢個74歲嘅二哥即刻就趕到去保定，同呢個闊別咗20年嘅細佬重逢啦。兩兄弟一睇到對方，大家就緊緊咁擁抱喺度痛哭。呢個畫面咧十分之感人啊！而呢個涉事水泥鋪老闆安某某咧，亦都已經正式俾阿 Sir 刑事拘留，告佢涉嫌強迫勞動罪同埋非法囚禁罪。間水泥鋪亦都同步查封，後續除咗要承擔嚴重嘅刑事處罰，仲要依法全額補償呢個丁伯20年嘅勞動報酬，同埋一個身體損傷，仲有一個精神撫恤金。當日圍堵同埋幫手包庇嘅村民，全部都俾阿 Sir 登記存檔。後續咧，阿 Sir 會對呢啲村民逐個咁問責。而呢個發短信恐嚇嘅未成年少年，亦都由家長監督，接受呢個阿 Sir 嘅批評同埋教育。而呢個阿 Sir 咧，亦都順住呢條線索追查到2005年，將丁伯帶去呢個水泥鋪嘅中間人身份，排查當地係咪存在一個專門運送無戶籍嘅弱勢人士入黑作坊嘅灰色產業鏈。與此同時咧，因為呢個客居長期忽視咗細作坊嘅違規用工，同埋呢個監管唔到位嘅村委相關人員，亦都俾上級部門內部整改問責。好啦，嗱，呢期咧又到呢度啦。如果覺得我講得唔錯嘅咧，咁就 follow 我啦。我哋下一次再見。